手机软体 APP 安装，已经下载了安装。要从那个档案管理这边进去，知道那个存放的资料夹，那个名称是 ENG 是 English 的 CHI 中文，然后英汉超级简明英汉字典 Dictionary 有50部影片在 YouTube， 要更新了，要安装，要先允许它安装，有的会设定不能安装，要先允许它安装。安装 APP 手机程式，安装已经安装好了，可以到那个安装好以后，这手是怎么受伤的？好像可能被火龙果刺到，还是在打扫的时候被割到，然后要伸到那个拖地板的那个脏的水里面，还拧那个拖把，就碰到那个脏水，可能是感染造成的痛药都抹不好，手垂下去都会痛。那个就是红肿病菌，有细菌呢，所以还要去消毒涂药，还不要碰水哦，还要吃药药还5、6颗，还要擦2次的可能有的还要3次。小伤口就要消毒好，不要包在里面会红肿。有的用生理食盐水再加上优碘再消毒，然后要涂那个什么抗生素，或者是比较不要弄脏的药膏再盖那个 OK 棒。蜂窝性组织炎，预防蜂窝性组织炎。你看这样在播放，一开始就是 A 的哦，字首是 A 的，然后这个因为50部播放清单50部，你就可以找那个字首，你要 B 的找字首 B 的，要 C 的找字首 C 的。你看这里有字首 B 的，是这样来学习英文，简明英汉，超级简明的哦，超级简明的英汉字典有声书呢。还有要把它放这个，你看，好像把那个手机抬高转个方向抬高呢，就会荧幕画面就变，这样就比较大了嘛，比较好看。有的字不会有中文，那就可能是汉文或者是巴利文、罗马拼音字。然后来看看要怎么把那个手机的 APP 程式拉到桌面，要拉到桌面来使用。先退出了，在这个手机现在呢，声音是那个一贯道总会30周年感恩大会在台中中心大学会生堂举办的，是花一崇德单位诗歌朗诵团朗诵再创光辉。从这个手机荧幕最下面这6个点，这个图示，这个进去就是程式库那新安装的程式会在比较右边或者是右下角，你看，大家看到了ENG-CHI， 然后 DIC 是字典的，也就是说 English Chinese 的英汉然后字典。它这个为什么有个 YouTube？ 因为影片是放在 YouTube，
有50部影片啊，用这个手机 APP 软体程式啊，可以连接到那个影片播放清单。现在要把这个程式库里面的这个 APP 手机软体啊，要这个界面要拉到桌面，要怎么做？按下去，你看它就显示桌面，然后把它拉到桌面，拉到桌面而已。主萤幕已无空间了，够目前主萤幕已经没有空间来看看到底是以前安装的是 MP3了，这以前安装了可以听那个网络红滑 MP3 的，连接到那个云端硬碟，你看一点很快就可以听了。所以这个 MP3 的档案很快就可以听，按了马上就可以收听，不必等下载完毕，也可以连到那个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可以播放影片，也可以进入播放清单。这声音呢，声音很大啊。看这里有那个免费下载那个免费下载那个MP3里面，免费下载那个 MP3，还有那个云端硬碟里面的图片。下到数据连的同时也像连接上去网络网看点击的连接可以用 video 档。你看，按进去会很多保障结合的整套的合成词典、工具书的档案都按进去。这些呢是这个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网址连接。你看影片的时候，按下去这里就会说明的内容会有宝贵的资源提供免费下载的东西。